BB 要去 daycare 托嬰中心，媽媽比 BB 更加焦慮。3個方法幫助你安心。送 BB 去 daycare 呢，媽媽嘅心情一定係最糾結嘅。你準備好送 BB 去 daycare 未呢？你真係準備好未呢？有好多媽媽喺呢個時候心裏面嘅想法就係，佢會唔會俾老師冷落㗎？佢會唔會一直喊冇人抱佢點算呢？佢會唔會食唔飽，揾唔到人幫佢換尿片，咁點算呢？如果佢好唔開心嘅話，我又唔喺佢身邊喎，佢會唔會覺得媽咪唔要佢呢？呢啲擔心好多時候比 BB 嘅分離焦慮更加嚴重，而且你嘅焦慮其實都會影響到 BB 嘅適應能力。所以喺呢條片呢，我哋就要一齊傾下點解媽媽嘅焦慮比 BB 更加嚴重呢？其實呢個係一個心理誤區嚟嘅。點樣幫 BB 適應 daycare 唔再大喊呢？點樣可以令到 BB 自己亦都能夠安心一啲，放低內疚感？第一個部分，點解媽媽嘅分離焦慮會咁嚴重呢？其實呢個係一種控制感消失嘅恐懼。喺過去幾個月裏面，你24小時照顧 BB， 所有事呢你都親眼看到，親手處理，但係你而家就要將 BB 交俾人啦，然後自己去返工或者去做其他嘢。你見唔到 BB 嘅狀態，你嘅焦慮感即刻上升。你唔確定 BB 會點樣被老師對待，擔心佢會唔會被人忽視。你擔心 BB 喊咗冇人安慰，心裏面有罪惡感。呢個係真係唔放心，亦都係唔習慣放手。心理學家話，當一個人長期控制一切嘅時候，突然要交俾人哋，焦慮感就會即刻飆升啦。但係問題係呢一種焦慮其實係會影響 BB 嘅適應能力。媽媽嘅焦慮點樣會影響 BB 嘅適應能力呢？研究發現，媽媽嘅情緒係會直接影響 BB 嘅分離適應期。如果媽媽嘅情緒穩定，用平常心送 BB 去 daycare 嘅話， BB 會比較快適應嘅。但係如果媽媽好緊張，哭哭啼啼，一直都抱住唔放手嘅話， BB 就會學識呢個地方好得人驚啊，所以媽咪都咁焦慮啦。有冇發現好多時候 BB 唔係因為 daycare 本身好得人驚，而係因為媽媽嘅焦慮影響咗佢，所以你要首先安定自己， BB 先會適應得更加快。咁樣應該點樣做呢？呢度有3個心理小技巧，等媽媽同埋 BB 都可以更加快適應。第一個方法，你要調整心態， daycare 並唔係掉低 BB， 而係俾 BB 新嘅體驗。有一個錯誤嘅想法就係，我將 BB 送去 daycare 其實就係俾佢受苦嘅。正確嘅想法就係，我俾 BB 去其實係想幫助佢學習獨立，認識新嘅朋友。daycare 係成長，並唔係拋棄。有研究發現，上過 daycare 嘅小朋友呢，喺語言發展、社交能力、情緒管理上都比冇上過嘅小朋友更加快成熟。呢個亦都係俾 BB 學習適應環境嘅一部分。如果你開始話俾自己聽，呢個係俾 BB 嘅禮物，你嘅焦慮感就會即刻降低。第二個方法，喺放手之前建立熟悉感，等 BB 有安全感。好多時候 BB 喊呢，就係因為 daycare 太陌生啦，所以你可以咁樣做嘅。送 BB 去 daycare 之前呢，陪佢去玩幾次，等佢覺得個環境變得更加熟悉。喺屋企要練習短時間分離，例如俾 BB 同爸爸玩30分鐘啦，媽媽離開一下。第三就係要等 BB 帶住熟悉嘅物品，例如媽咪嘅 scarf 啊、毛巾仔啊，佢最愛嘅小玩具，咁樣 BB 就會比較有安全感，適應得更加快。第3個方法，媽媽亦都要有轉移注意力嘅計劃。好多媽媽送完 BB 之後，心裏面都係滿滿嘅焦慮嘅，忍唔住一直喺度睇個 cam， 又或者問老師 BB 嘅情況，咁樣就會令到焦慮更加嚴重。所以你需要嘅就係令到自己轉移注意力，而唔係一直望住 BB。點樣可以令到自己更加放鬆呢？首先你要安排自己嘅行程，等自己有啲嘢可以做，譬如去飲杯咖啡啦，去做運動啦，又或者學習新技能。第二就係同其他有經歷嘅媽媽傾下，發現大家 BB 其實最後都係會適應嘅。最後就係話俾自己聽啦，我正喺度對 BB 做緊最好嘅事情，等媽媽覺得安心， BB 都會更加快適應。媽媽嘅心情決定咗 BB 適應嘅速度。分離焦慮唔單止係發生喺 BB 嘅身上，媽媽亦都會嘅，咁樣係非常之正常。你嘅焦慮會影響 BB 嘅情緒，所以你要先學識調整心態，透過轉換想法啦，提前適應同埋轉移注意力，你同 BB 都會更加適應 daycare 嘅生活嘅。如果你正喺度經歷緊呢一種焦慮，請你相信我，過咗幾個星期之後，你就會發現 BB 適應得好好，而你都開始享受自己嘅時間啦。
留言話俾我聽，你嘅 BB 去咗 daycare 嘅第一日發生咩事呢？你係點樣調整嘅呢？育兒並唔係完美嘅，而係學習點樣平衡。你已經做得好好噶啦。如果你對 BB 嘅睡眠又或者以上嘅內容有任何問題，自行入睡課程嘅同學可以直接 Line 或者 Telegram 我比較快。其他嘅讀者請留言，我全部都會回覆。想學習完整嘅14晚自行入睡計劃同埋小睡訓練，點擊描述欄嘅網頁，睇下免費課程嘅試看部分，你將會揾到幫助全家安睡嘅方法。祝你同埋 BB 都能夠瞓個好覺。Sweet baby Jessa, close your eyes. Stars are dancing in the skies. Mommy Jenny's here with you. Dreams so lovely, dreams so